看真够早，关注看今日7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风台。中度的风台烟火愈来愈晚，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按算伫今仔日下暗半暝有可能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风台雨已经愈来愈明显。拜五、拜六是风台上倚近咱台湾的时，伫北部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中度风台烟火倚近台湾，伫东部海岸已经出现长影。今仔透早，烟火是伫咧台北的东南东方差不多500公里的海面上，速度正慢，1点钟行6公里，向西平转西北西方向刷震动。风台伫咧倚近台湾的时阵，暴风圈会慢慢吸到东北部加东南部的海面。尤其目前在基隆北海岸到台东地区，都已经观测到有接近3米甚至到5米左右的浪高。台风各接近，风浪会逐渐在更增强。尤其在我们的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跟澎湖、金门、马祖这些地区，未来可能也都会出现8到10级左右的强阵风。烟火行了正慢，除了渔船拢入港避风台，来回南苏绿岛的客货船帮也拢停驶。气象局昨暗8点半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因为风台这么行的方向是要向北边偏，上紧今仔半暝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我们预估在明天下雨的情况会再更加明显，北部地区可能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甚至在周5到周6。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山区，可能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特别又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北部山区，也不排除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气象局提醒民众，因为拄好是大涝的期间，雨水较歹消退，落雨的所在若拄到满涝，情形会更加明显。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要注意有可能会淹水。上紧要到礼拜2、5，风台才会慢慢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针对中度的风台烟火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伫下暗嘛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局伫头早8点40分嘛有上新的预报，咱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目前台风虽然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已经陆陆续续为我们带来一阵一阵的降雨，尤其是在北台湾地区，降雨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整个降雨的雨势也是越来越明显。气象局目前针对竹苗的山区发布豪雨特报，而苗栗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也发布大雨特报。那同时可以看到整个雷达的云系，除了北台湾之外，也逐渐在往南移动，因此今天中南部也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短暂雨。咱头拄听到是气象局针对烟火的风台上新的说明，接落来咱做伙来看云图。对于云图顶面，咱会看到烟火这个风台伫咱台湾的东部，规个风台真明显。气象局是预估，并个风台的中心会伫北部近海通过，对咱台湾影响就会变较细淡薄啊。也毋过规个风台看起来结构是真杂白，风台目嘛真明显，有机会会继续增强，成做强烈的风台。气象局是表示，风台伫明仔载甲后日会上倚近北台湾，沿海的风影拢会增强，风台雨嘛愈来愈明显。自5礼拜日的时，风台才会离开，也毋过了后会引进西南气流，所以中南部爱细致落大雨。今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落雨，若中南部甲东部是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温度的方面，温度高温有小可较降低，西半部的高温是31度至33度，若花莲甲台东的高温是34度。风台要来啊！南部有一寡菜色的产地，农民是赶紧去买菜，避免受损害，心血拢乌有去。也毋过风台也未到位，即马菜已经先起价啊！伫台北，即马一粒高丽菜要200块以上。惊风台啊！嘿，所以咧，较济加好料啊！烟火风台看来敢若不哩大，婚礼的理论、西礼甲高雄的紫冠，这所在农民甲时间伫咧比赛，就惊心肺拢泡水。因为最近日头赤炎炎，午后有雷阵雨，青菜已经袂堪的，有一寡积损啊。加上风台有机的心理，青菜产地平均价格已经起1倍咯。顶礼拜吼，拢差不多平均90块尔。这个昨昏尔，因为昨昏佫报这个风台我来，但是昨昏佫菜较量较少，所以佫就佫起起来。平均佫起到到20。
高丽菜放伫遐，规早起拢无啥人买。台北的乌公市场大头坦白讲，一粒差不多要200块，民众大部分是问了后拢无买。只有高丽菜比较贵而已啊。高丽菜大概跟平常贵了多少？贵到1/3。是哦。所以现在大概一颗价格要150吗？一颗都要到100-200块啊。台东的东兴市场大头，更加开起甲告示牌挂起来，提醒民众菜变较贵啊，看好了再来买。花椰菜啊，然后高丽菜啊，这都有变贵啦。以前1把都差不多20块，那现在大概涨到20-30。那如果是水耕的话更贵，1把都要50块。农民拢是看天气食饭，菜价就开始入去，民众也只好欠啊买咯。记者综合报道。再咱关心中国的河南在做大水，落大水雨，3天的雨量是等于是落1年份额。目前有25个人死亡，20万人洪撤离。那大水冲入去地铁的画面，是引起国际上大家拢关心。目前还有真侪城市也在做大水。路边的水甲冻土板拢冲破，郑州地铁5号线停驶，乘客掉伫咧浸水的车厢内。搜救人员用电火照，验过水淹甲正悬，阁正落。走出来乘客讲，也唔知影内面是毋是还阁有人。官员讲已经救出至少500人。因为当时水已经漫到我们肩膀了，那水冲劲太大了，就直接给冲走了。当时我们剩下的几个人，我跟其中有一个孩儿，我们俩因为没劲儿了，当时都差点想放弃了。附近的窗户敲碎，然后呢？这个地铁驾驶员又迅速打开了驾驶舱，疏导大家，然后从逃生出来。这些乘客被集中在这个地铁站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那个站台上。河南省气象台讲，2日半暝雨正大，郑州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2日的日时，雨才较细。郑州市真侪因水时阵普及来车，伫咧水小可较消退时阵，拢贴伫咧一个磅空口。真侪水坝、水库的水位拢超过警戒线，情形真危险。军方行来到3天，有病院因为停电，呼吸器无法度用，医护人员只好用手捧，互病人喘气。已经有600位病人转院。河南自17开始落大雨，到20才3天到617毫米，差不多是1年的雨量。郑州的灾情上严重，国际媒体正注意。台湾鸿海集团世界上大 iPhone 组装嘅电浆厂，拄好是新机被毁旺季，是毋是受影响？富士康集团讲，厂区内面无饮水，运作正常。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虽然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9个带病入境的病例，各有5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2天就要公布降级的防疫指引。另外，若是讲 BNT 的预防车入来咱台湾了后，咱的预防车敢会使开放蓝列组？陈时中是表示，这部分要请专家开会讨论。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3日新增加1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9例上多，再来是桃园市5例，新北市2例。16名的本土案例有9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有4例关联不明，那3例疫调中。另外，也新增加5例死亡的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其中案例978是50多岁女性，住伫湘北地区。5月下旬无症状伫病院检出阳性确诊，到防疫旅馆隔离，后来因为喘气困难断院治疗。6月中解除隔离，伊阁发现有癌症，最后是不幸来死亡。不过因为他同时还有发现一个腹腔内有癌症的一个状况，所以后续在住院是处理癌症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跟转移的部分，所以后来的7月18号不幸过世，是因为癌症相关的因素。因为民间协助采买1500万剂 BNT 疫苗已经完成合约的签订，外界也真关心未来是不是开放 AZ 加 BNT 疫苗蓝列组。指挥中心讲，也需要更加多实证的资料，会有专家开会讨论决定。正式发表也有一些非正式发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料，每那2-3篇里面都是几百个个案的比较而已哈。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我们的所有委员的他们讨论下，认为这是已经足够的实证资料，还是要经过小组委员去做讨论呢？27个26 3级的警戒期限，敢若剩5天，但是中共降级的方案也在讨论中。不过，这个室内室外人数限制会放宽。
如果从3级降到2级的话，如果有降级的话，那5人、10人这个规定，那当然会放宽。好，那当然如果没有降级就不会放宽嘛。哈。另外，伫新冠的疫苗注射部分，拜二20注射22万8千多人次，总计注射人已经有567万4千人，疫苗注射率是23.5%，接触人口比率是24.16%。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新增加10例，有6例是注射 AZ，4例是注射莫德纳。另外，第3轮疫苗的预约正在进行，即阵已经发出152万9千多份预约的简讯，已经有8成民众完成预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自济基金会伫昨昏甲咱政府签约，要甲500万栋 BNT 的预防车捐予咱政府。行政院士表示，自济专案会比较台积电甲鸿海的模式来处理。目前民间捐予政府的 BNT 预防车，即马计共有1500万栋，所以未来嘛打算要甲12岁至18岁的少年囡仔列入去注射的对象。主席基金会买500万剂 BNT 疫苗捐予政府，20早起10点，由疾管署长周志豪完成契约签署。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中常会视讯会议上，对主席表达感谢。跟民间共同协力，加速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疫苗的供应。我也要再次感谢所有为此辛苦奔走的民间团体以及政府团队的同仁。主席专案比较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基金会专案的模式处理，关键原则、契约结构、甲条件拢同款。主席伫6月23向卫福部申请，同时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基金会专案已经先推动，并并案处理。7月7日成立主席关键疫苗专案，加速推动。7月7日由疾管署先签署办理备进前作业的法律文件。7月1日完成关键签署，规过程不到1个月。双方面总共捐出1500万剂的 BNT 疫苗，每一批疫苗数量由3捐赠单位平均分配，同步供货，由中央统筹运用。我们现在可以掌握的总量，但整个时程仍然是没有办法掌握。那等到这个时程有确定了，那我们才会因应那这个时候的需要，那做一个最恰当的安排。主席低调无做回应。另外，主席买 BNT 疫苗甲上海复星完成签约，深受复必泰的名字。行政表示，相关条件甲台积电、鸿海专案是同款。台积电甲鸿海也是甲上海复星签约，是由德国原厂伫上台湾，无复必泰名字。行政也强调，这1500万剂的 BNT 疫苗统一由疾管署并案，向小数申请 EUA 专案数字许可，要将12到18岁未成年纳入使用的对象范围。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产的高端预防车是已经通过紧急授权，会当上市。台南市长黄伟哲、通县市长郑文灿拢讲因愿意支持国产预防车，也毋过台东市长罗秀燕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态度有较保留。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认为讲，这是科学，毋是政治，所以过程应该公开透明。政府比起来献出手骨，台南市长黄伟哲伫今年4月，甲市府主管带头做 AZ 疫苗。即马卫福部通过高端的专案制造申请，黄伟哲甲同市长郑文灿大声表明态度。我个人是有意愿要施打，好，这个意愿的问题跟实际上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未来如果有打国产疫苗的机会，那我也愿意来施打。不过，黄伟哲甲郑文灿两人因为注射的时间的关系，分别伫7月12甲6月25拢已经注第2剂 AZ 疫苗。不过也表示，国产疫苗卫福部通过审查都会当信赖，两个人拢愿意收听。同款是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态度比较起来是有较保守。第1剂打什么，第2剂就打什么。现在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就这样。若是六都南洋首长、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虽然注第1剂 AZ， 不过最近疫情也甲风台要来真无用，什么时阵注第2剂都要看时间安排，是毋是换注高端话无公平？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谨慎回应，高端疫苗是科学，毋是政治。科学最重要的是程序的过程，如何让民众起信，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个人注射疫苗要配合国家政策，以身作则。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因为高端是毋是会当换注其他疫苗，无临床试验甲数据表示无多评论。这个郭陈市长也坦白讲，第2剂换注高端恐惊有困难。高端除了我们自己国内如果做相关的延伸的一些研究之外，
要不然比较少的一个国际的资料。所以要这样混打，恐怕是比较困难。陈市长表示，因为高端疫苗目前敢若国内有国际资料还阁欠缺，国加上目前本来就无开放做无共的，所以暂时无这个选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昨昏新增加9个本土病例，另外台北市即嘛创全国大省，宣布对27开始要开放幼稚园甲安亲班，会当开放互5大类的家庭去寄囡仔。若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昨昏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新北会用分阶段分配的方式来降级。台北市以增加9人检疫，有2人感染源无清楚。市长郭文泰表示，每一个确诊者伫封锁进前至少会传染1个人。另外，公布4个确诊者行踪分别遍布中山区、士林区、松山区、瑞湖区。包含这份台北车站、这份西门站、滨江市场、东社市场外围馒头店、电子粉专卖店、东湖市场等。特别是东湖市场进前有确诊者行踪，市府安排专案采检，才找出这名确诊的猪肉打贩感染源不清楚。那这个场域呢，已经按照我们的标准9宫格的来封摊，然后目前为止有2摊4家店面，它后面有一些店面。有在7月21号到7月23号共停业3天。台北市府宣布即刻开放幼儿园甲安亲班，以医疗经销、中低收入户、双薪家庭加上幼儿园课教中心专案评估，这5大类优先。从162降到5，我们总共花了4个星期，而且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以后，才有办法把从3位数降到个位数。新北市以只增加2个人确诊，面对20大3级警戒可能降级。侯友宜强调，新北疫情为个位数，冲加8位数只有短时间，所以用4礼拜才降回个位数，所以新北会分阶段来降级。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公布全国厝买卖的无力大的统计，今年有50万2千人，若一间厝尔。不过呢，手头有3间厝以上的，即马看起来已经有变较少啊，所以囤房的大户有减少的趋势。再看《中国时报》，时代杂志公布2021年世界100大上好的景点，有包括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文化中心，还有台北时代寓所、甲阳明山国家公园，咱这所在拢有入选。其中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型，北方讲是豆腐甲皮蛋。时代杂志嘛，学了讲，这个建筑物的外形真正是真特别。来看联合报，办超过20档的总统教育奖得奖人已经超过1200外个。这个囡仔面对艰难，拢无放弃，因的故事嘛鼓励真侪人。教育部去去年去访谈291个得奖人，发现后来有3成的得奖人生活同款是不如意，有就业、就医也是就业的需求。镜头来高雄嘉善第20线国有林地，伫今年3月份到5月份，日头是发生火烧山，发生6解，实在是真怪奇。警方全去斗监视器，即马发现拢是同一个人去放火，已经掠着人啊。市局长烧甲乌麻麻，现场的车辆，互警方怀疑是有人放火。高雄嘉善台日线短4-5公里的国有林班地，3到5月竟然有6摆9月起火点的森林火灾。警方比对路口监视器画面了后，20掠到性感的嫌犯，也面临相关刑责甲罚金。简姓嫌犯异想天开，以燃烧废气轮胎的方式助燃，铲除旧竹林，以待来年梅雨季节能获得竹笋获利。全案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森林法及公共危险罪，已请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同一所在真侪摆火警，警方归去设监视器收证，都掠到嫌犯来看白地得赃的车辆。每一摆放火了后，任务人员马上赶到位，暗过时间拢伫尾暗啊，或者是假日暗时，互任务人员是拼甲系列的。并同人员处表示会求偿相关损失。总共的损失面积差不多约4000平方。那损失的金额也不高，但是每场次都动员差不多30几人，车辆都8、9台，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那个环境是影响蛮大的。
林管处强调，嫌犯想要盗采国产地物件，违反森林法。另外，亲像今年3月伫基山姚农民为赶走长期偷食作物的高山啊，用纸包石头，甲炮仔斗电棒来赶狗，所引起火警。互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林管处甲保持总队提醒民众，唔通滥散做，则袂损害森林，也该受罚。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啊！提醒乡亲一定要做好预防，做好准备。因为这个风台目前看起来行的头路，甲12当前马拉克风台行的路线是要共啊要共。有立委甲民间团体即马是提醒政府一定要去斟酌山坡地开发的问题，若无风台到位，算长恐惊会真严重。烟花风台升级做中度风台，而且渐渐向台湾扫过来。目前已故的路线显示，是类似12年前对台湾造成重大危害穆拉克风台，2天来落1年份的雨量，山坡地记载袂调，造成严重的水崩山。时代力量立委陈嘉华日质疑讲，中央无咧要以山坡地开发的问题，加上地方政府执法无够严格，影响到山坡地甲河川等等各风险区域的稳定度。别的国家怎么在保护农地，怎么在保护山林的？我们现在到处农地都是违法工厂，都是污染工厂，造成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我们难道是这么野蛮的国家吗？当初核准让厂商在山顶开挖，把山顶整个挖凸要盖光电，这些官员和现在负责官员，你要不要台风天的时候去住一下玉泉村，看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感觉。伫屏东邦寮的石头营是自然的遗址，最近进行光电开发的工程。看团指出，石头营100公顷左右的山地，已经去由政府核准臭树仔种电，破坏地形，铺设光电棒。不过，伫山脚200公尺的玉山村，有住600个人，这村民是感觉真惊吓。即马面临着风台就要来啊，烦恼讲会变做第2个小林村。看团嘛质疑讲，政府无公开水土保持的计划，是破坏生态凶手之一。土地都可以任人家去露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乱的做法。我们也请地方政府去请教去洽询议员同不同意公开，然后那议员是说，除了有紧急避难或者其他需要的话，他们才会同意公开哈。政府推动露营场合法化，交通部会修法，开放1公顷以下农牧林地，专门开放予露营来使用，去用看作是开后尾门就地合法。已经违规的人会当申请辅导合法。针对这点，看团强调讲，违法的人应该随停业，而且审核的条件应该闪开农林、山坡地、甲水路等等敏感的条件。针对这点，观光局回应讲，目前的法规是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2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1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478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500万例，印度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5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7万例。镜头来南韩发生兵营严重的军事感染。伫东非执行任务的军舰文武大王号船顶301个官兵有270个人去活着。南韩的官方赶紧用2架运输机，甲因载登去南韩治疗。南韩的总理甲国防部长嘛拢有出面回释的。飞机慢慢降落，边的空地啊有穿防护伞医护人员要迎接南韩军人回国。这是南韩的军舰文武大王号顶头回国的海军青海部队第34梯次，因为伫东非的海岸执行反海贼的任务，传出军舰大规模军事感染，当局赶紧派人去接手，送因回国治疗。南韩的总理甲国防部长也再道歉，讲会检讨政策，保护伫海岸执行任务的军人。항해부대 장병 및 가족 여러분, 그리고 국민 여러분께 큰 심려를 끼쳐드려 송구하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外国媒体报道，伫军舰顶头301名官兵，伫咧出发前无注红车，
发生群组感染了，20分别坐2台专机登到首尔空军基地，坐救护车加巴士去病院检疫。目前确定至少89派官兵确诊，是南韩军方上大群组感染案。 중등도 이상인 분들이 한 12명 정도로 파악이 돼서 그 병원 2곳에서 치료를 받게 되고요. 그다음에 나머지 289명은 생활치료센터 2곳에서 치료를 받게 됩니다. 除了官兵确诊，南韩全国20确诊人数有1784人，也创单日新高，有超过500例是来自首都圈以外地区，表示第4波疫情已经伫咧全国传开。 专家警告讲，到这个月底会出现每天超过2000例确诊。当局就宣布到月底进前禁止所有大型的表演活动。目前南韩首都圈实施第4级警戒，一直到2月。这么疫情这么严重，警戒等级要降来无啥可能。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 来关心北美洲的西部，目前当地火烧山已经烧3礼拜啊，烧的范围大约有52万公顷。乌烟是吹向大西洋的东花，即马害纽约的空气污染是真热烈，已经超过标准的9倍。 这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真难得看到的景象，雾茫茫的天顶，有时阵甚至能看到红色的日出。不过这毋是啥物浪漫的代志。当地空气品质指数这几天有170，费城搁较悬有172。号手毋是汽柴油引进的车，也毋是倒一边的工厂，是来自真远的西花森林野火。 加州、俄勒冈州等美国中西部13个州，也有加拿大的卑诗省，最近一波森林野火烧至少3礼拜，烧掉林地超过52万6千公顷，相当20个台北市的面积。为空中所翕的画面能看出，野火乌烟带着污染的红白山飘向天顶。气象单位的天气图也说明，这空气污染来源对东华各大都会区的影响。 That smoke is being transported by the winds aloft in the atmosphere to places it normally doesn't end up, at least in most years, making it all the way to the east coast of the U.S. In most cases, the air quality does take a pretty big hit, but especially that is true in the vicinity of those wildfires. By the time that smoke gets further east, occasionally you'll be able to smell it as maybe it gets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he ground, but in most cases, the smoke is aloft. 每年热天都是美国中西部各州的森林野火季节，地形较长的加州也特别设立安尼消防列车，以铁路的运输能量，一摆带大量的水，甚至火灾现场拍火。不过对这消防人员来讲，长期伫真歹空气品质之下，健康受威胁，特别是这几年来，新冠病毒疫情是起起落落，消防队员的呼吸道健康若损伤，一定会加重感染的风险。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辑。来看世界的第一号野人贝佐斯在太空船顺利完成太空旅行，伊返来到地球了后是真痛真欢喜，形容讲这是伊有史以来上赞的一天。伊嘛讲，伊感谢亚马逊的员工甲人客替伊倒出钱，伊才有法度完成这座太空旅行。想袂到，因为伊的公司捌互批评剥削员工，头家人安尼讲，随伫网络顶头互骂甲臭头。行出窗门，春秋甲人得奖。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伫美国时间20坐用家己斗气，NASA起源太空船飞到伫地球表面100公里外。大气层加太空界线的卡门线顺利登到地球。Wonder how it felt? Oh my God! 贝佐斯的太空之旅，这个人10分半，不过已经欢喜甲挡袂牢。伊讲，伫咧无动力的状态之下漂浮，心情真嗨。这段旅程是伊有史以来上赞的一天。I want to thank every Amazon employee and every Amazon customer. Because you guys paid for all this. So, seriously, for every Amazon customer out there and every Amazon employee,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very much. It's very appreciated. 无想讲，伊即个月引起真侪反弹，真侪位美国民主党籍的议员就发推文批评亚马逊的员工真正是付出真侪代价，因为工资无悬，工作环境歹，阁无领导。疫情期间，上会司机连医疗保险拢无。网友也批评贝佐斯，
看到不少员工照钱上太空，拢敢若家己爽无伫咧过员工。公司新闻是阮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雪曼 Sherman 7月2日要去中国访问，会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来关心伊朗当地欠水，嘛爆发抗议，已经抗议1礼拜。根据当地媒体报讲，抗议过程中有一个警察互示威者拍死。来关心东京奥运明仔载要开幕啊！东京都的疫情继续加悬。昨昏高一日确定病例有1832例，这是比顶礼拜三683例加了3倍。有专家是认为讲，日本即马已经进入第5波的疫情。前2天啊，咱的奥运台湾代表队的选手出国坐经济舱引起争议。体育署长张小希第一时间讲要请辞负责。昨昏伊是按照计划飞去日本要协助选手。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等待奥运比赛会成立专案小组来处理这件代志。去帮忙选手啊，在最后这一里啊，帮助他们能够迈向成功。第20宣布请辞的体育署长张孝熙，依照原定计划，21出现在松山机场，准备前往东京。本来我就有交代他们要换成经济舱，我们应该跟选手做同样的感受，旅途又很近所以我想，经济舱或商务舱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就是最好的安排。强调请辞是个人的决定，张孝熙是讲行程已经安排好希望会当为东奥选手提供生活比赛各方面上界大的协助。东奥奥运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中华代表团成员陆续前往日本备战。不过争论3天，经济舱甲商务舱的争论持续引起讨论。教育部再一次召开记者会，说明坐飞机甲大扫的相关安排。原本是要求合法规划选手坐商务舱参加比赛，不过今年3月初9，定准一寡防疫专家建议，可能就疫情改采包机每回做的方式来降低染疫的风险。3月9号决定要以包机的方式来进行，防疫为前提在做思考，而忽略了我们应该要对选手应有的照顾跟服务。这个部分的确我们在整个业务督导上面思虑欠周。去程非搭乘包机的人员大概有20人来回皆搭乘商务舱，回程教练选手我们都是以商务舱的方式。奥运赛前引起大风波，体育署批原那边真严，要让选手无后顾之忧，专心准备比赛。像讲射击队的碰撞伤软，原来已经紧急协助改换。行政院长苏贞昌伫24点钟来3遍会室里，表示奥运结束了后一定会追究责任，佮下令速来前往奥运体育署全体同仁坐经济舱往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6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17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723例，台北市有4745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56例。苗栗548例，基隆312例，伫彰化是270例，台中有205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478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175例。镜头来桃园，伫桃园昨昏是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内底有一个是文化局的员工，所以文化局的大楼内底的员工拢爱做 PCR 采检，目前照拢阴性。消费装备大规模来消毒，内外拢无放过，因为桃园市文化局出现确诊个案，市长郑文灿证实，新增加的确诊个案内底案例因5574是文化局员工，已经列出相关的接触者27人伫厝隔离。另外，文化局规栋的大楼，包含图书馆甲财政局同仁，总共264人，全部进行 PCR 采检，这阵结果拢是阴性。那因为文化局有设有图书馆跟这个展览馆。那所以我们闭馆到7月25号。那所有文化局跟财政局在这栋大楼上班的同仁那一律自主健康管理到7月25号。包含这名文化局员工在内，桃园市21日新增加5名的本土确诊个案，追溯感染源头。郑文灿讲，虽然是分无同的交友界，不过广义来讲，拢是特殊的交友界所衍生出来个案。
立桃园卫生局长王文干更加讲，礼拜时啊，佫新增加3例，相反是开设第4位高优界。那今天这5例有2例，它跟我们在大前天公告的这个15524是有一个这个 party 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有一圈可能跟这个15524没关系，不过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交友软体认识第4位高友界为着这个案，总计到即阵大约40人，包含探告家属甲工作上的同事。市府也讲，无论是经由网络熟识，也是交友范围内的朋友，有人确诊，拢爱主动来进行检查甲通报，才法度有效来斩断这波传播链。若无是无度来达到清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IKEA高雄店公告讲要休困1天做消毒，因为传出IKEA马来西亚籍的主管哪亲像确诊，市府表示目前也未确认，也咧甲马来西亚直接。目前这间店的员工200多人做快筛，嘛照拢阴性。民众要去踅IKEA高雄店，才甲门下口发现店内消毒清洁，就开始紧张。完全没想到，我们还想说怎么摩托车不能停呢？就还很严重啊！是在微解封什么？大家都还没有打疫苗，你在微解封什么IKEA高雄店公告1要消毒，互零确诊19天的高雄疫情增加变数。高雄市原陈玉翠接到投诉，讲店内一名马来西亚籍主管日前后回国采检确诊，接触过的同事煞无被扣列。社区感染这样的一个黑数，到底还有多少潜伏？出境到马来西亚被确诊为阳，他出境之前呢，他在国内呢验的PCR 呢是阴。检验技术以及 SOP， 还有它的测定的一些过程，裁剪是不是容易有像刚刚市长提到的，可能染污仍然还在跟透过 IHR 再跟马国这边联系。市府证实，确实有捌做过主管的马来西亚籍姓郭女子，疑似阳性，7月12日最后上班日，伊要回国14去医学中心采检 PCR 阴性，隔天上班。16坐飞机回国才验出阳性反应，暗暝CT单29点38，病毒量无悬，也强调无经过 IHR 组织证实，伫台湾无算确诊个案。那在搭高铁、搭飞机跟有人的接触，或者是在高雄的职场接触，这个都有可能，这些可能性都没有办法排除。市府强调，已经扣列接触者225人采检，各要求业者清消，初步结果全员快筛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庙口夜市啊，即马业者是5万讲会当伫7月27会当恢复做生理。昨下晡毛甲市政府到现场伫做伙讨论防疫措施。目前人客敢若会当包转去食，未来敢有法度伫现场现食？基隆市长林妙聪是表示，这部分要等中央发布相关的指引，才来做决定。电子看板因为写疫情暂停营业到7月26日，原本人真济的基隆庙口夜市啊，即马冷冷清清。有爸爸妈妈虽然知影讲这个所在停业，也毋过也是带囡仔来看这个真出名的风景点。希望这边赶快可以恢复营业，然后带动一些观光。像台湾所有其他夜市同款，为5月17开始停业。有文书工作者讲，庙口夜市啊，顶届大停业是日前买期，不少业者是希望为27开始复业，就算袂使店来食，也希望会当早走。因为他3级警戒就是外带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外带我们也会做。2个多月不要说金钱的损失，那个不谈的，精神上也是很那个啊。这业者也做好各项准备，亲像安怎分区分流营业的真侪种方案。基隆市政府除了20安排夜市从业人员做疫苗，基隆市产发处长黄建峰也伫21下晡，甲夜市干部开会讨论人流管制、挂嘴安、面罩甲手套这防疫措施。场域管制的部分，那我们会安排出入口的人流管制，摊商也都是按照双罩一套的市政府的指引去进行营业。不管它降不降级，因为原本在3级的这个解封的部分，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认定，那我们就照中央的一个指引来进行。若是是不是会当店来食，也是跟来当早走，以及各项防疫规划，都要等候中央指挥中心公布指引了后，才来做决定。若是烟花风台特别高啊，基隆市长林耀昌也特别要求庙口夜市排水沟要做好清刷作业，除了防范风台，也该为后届夜市行业的环境卫生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要提醒乡亲，即马市面上有出现假的快台汽车。高雄地检署有抓到一间药厂违法生产8万的假快台汽车，赚的乌心钱差不多有200万。
快台汽车装箱藏伫工厂内底，但这拢是乌心的业者冒用委托代工的药商三育科技的名，制造并假造是合法的快台汽车。高雄地检署接到通报了后，14号巡线到业者的公司搜查，并通知51岁蔡姓副总到暗说明。5月间疫情爆发之际，发现市场需求大增，有利可图，竟未经卫福部核准，违反契约。冒用合法公司名义未贴标签，来私自生产快筛试剂。业者事后捞到部分快台汽车的产品，假做是合法的快台汽车，以汽车每节189块不等，配件包每包300块不等，对公司行号、病院甲药局来卖，初估不法所得超过200万。涉案公司的蔡姓副总，业经高雄市调查处以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第61条。移送本署侦办。国内疫情也未完全控制，快台汽车的需求无减，乌心的业者卖假而且身份不明的汽车，可能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伤害。地检署提醒，若发现乌心也是假的汽车伫卖，会当向检调、警方也是卫生单位检举，共同维护防疫的安全。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母语是咱的根，嘛是文化的底子。文化部、教育部、客委会甲原民会昨昏宣布讲，因这4个政府部门要做伙合作，召开几啊场线顶的论坛，希望甲大家做伙来讨论要安怎甲母语传承落去。大家好，是宝芒。大家好，是宝贝。台湾有丰富的本土语言，过去60多年，因为历史甲政治因素，华语正做强势语言。文化部为7月底开始，要举办2021国家语言发展会议，透过8场线顶论坛，邀请全民做伙参与国家语言发展相关议题讨论。过去台湾有一个真长的时间，拢是独尊华语，也希望咧透过这摆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做一个开始，会当互咱的全民对这个本土语言的流失，会当有一个意识。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语言权是文化公民权真重要的表现。虽然即阵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本土语言的传承参推测，但也需要为生活中落实甲母语讲转来。社会整个的发展趋势下呢，也面临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流失的一个状况。希望借由多元化、生活化的内容，唤起民众珍惜自己的美好的母语。这边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为7月3日开始到8月底，有8场线顶论坛，参15场艺文活动，有专业学术讨论，也有生活化推广活动。详细参与办法会当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网站查询。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体大大车饼来看东京奥运伫明仔载要开幕，咱台湾队行伫上头前举大旗的是罗颜芬甲郭幸顺。罗颜芬是表示讲，这届奥运比赛是伊做选手上尾一届比赛啊。另外，咱社前的6个选手嘛已经到日本开始咧做训练。教练讲，这届比赛场地甲咱台湾的训练中心看起来是真相同，要阁嘛爱看讲，到时会透什么款风来做调整。台湾的网球传奇罗颜芬即要展开生涯第5摆奥运会，不过也即要是选手生涯最后一站。罗颜芬即阵心情是真放松又阁感动，珍惜每一摆拍球的感觉。中华队为了感谢伊的贡献，特别安排予伊担任冬奥开幕式的讲旗官。非常荣幸啊，就是说还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代表台湾能够走在最前面，然后代表所有的选手，然后呈现在全世界的大家的眼前。更大的期许说，我们台湾代表团的所有选手能够在这次奥运会能够有佳绩、更好的表现，甚至能够夺得金牌。另外，中华队射箭6剑客到日本了后，连续2天到望一岛公园射箭的场所，赶紧来训练备战。尤其最后这时阵，在动作上一寡调整更加重要。对于展示连到暗时观察各种的方向，实在场所的感觉，因为头一摆来到日本，敢若是场所伫东京湾边啊，风安怎吹，必须要提早来练习甲适应。这2天下来，其实大致上都蛮顺利的，因为这边的天气跟高雄其实差不多。那在整个摄像跟坐像方面，其实也跟我们的国庆中心是一样的，只是说这边的风会比较稍微乱一点，那选手可能要再注意一下。尤其训练区甲比赛所在环境有一寡无同，而且敢若在申请指定的时间来练习，所以讲必须把握时间。
积极备战之下，准备迎接23个人排位赛。中华城市团这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来拿下一面的金牌。记者综合报道。那乒乓台湾代表队的选手伫昨昏嘛已经到东京体育馆去练习。教练甲选手拢表示讲，今年因为受疫情的关系，规定讲在发球的时阵，选手袂使甲乒乓分风，而且双手嘛袂使去夹着球道。头一遍进入正式比赛场地的东京体育馆，中华奥运斗球队排将近2点钟的练习。3个男子选手曾智嫣、陈建安、林文如，3个女子选手陈依静、陈淑武、陈先知一组。练习落来，选手感觉上爱适应的是光线。这边觉得这边的灯光怎么样？灯光，我刚刚练是还好，还好，所以发球没有受影响。但比赛应该感觉才会放大。你刚刚好像说那个光有点影响发球。比较亮，就是要稍微适应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球的高低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仰头的时候就会看到灯光，而且发球的时候，主要是发球的时候。光线有淡薄仔插目，发球恐惊受影响，而且因应防疫，冬奥斗球赛规定，禁止选手夹球分风，也袂使伸手摸刀啊。5届元老曾智嫣有一个习惯，又搁伸手去摸刀啊。我有摸吗？你有摸？我刚刚摸，我先摸完比赛就不摸了。熟悉比赛场地，调整家己的习惯。开幕前一天加比赛迄天，斗球队拢还阁有训练。练习了后的领队技术队员，就会当知影头一轮会对到倒一个的选手。那当然是先避开中国队嘛，因为这个抽签就是中国队现在还是最强嘛，大家也不希望先遇到他们嘛。那这个抽签就是谁也没办法决定说对谁，对啊，就是看情况了。我到预测抽签结果，不过教练团坦白讲，会当闪过中国队是上好。虽然陈依静甲林文如会面临单打甲混双同时进行的考验，不过凭2年外的搭配训练以及3月连续2届比赛冠军的实力，要来抢一下头奖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芬兰伫过去20天，抢的数量增加真济，也毋过抢的生存的空间愈来愈下，所以中国即马打算要成立一大国家公园，要互抢来大。一只细只母的象伫咧树林边找物件食，就算有人伫咧桥顶来看，伊也无伫咧惊。这是河南西乡版的景洪街野象谷森林公园，保育员讲。一般拢是2、3月到配季才看得到野象，也毋过这么定定看到规定的野象。你看我们同事他家那个寨子里面20亿头象，把他们家的什么火龙果、芒果啊，全部给他们糟蹋完了。有象太多了。象为什么走到人类的村庄找物件食？原因就是因为栖地空间甲食物拢无够。无偌久之前，就一阵象行毋知影路，对西乡板栗向北平一直行到昆明的附近，引起媒体注意，就是这种情形。在过去20年，西乡板栗野象的数量成长1倍，怎么有300只？不过因为栖地却减少40%。那么在它的现在的栖息地里边，由于种植橡胶树，由于对树木的过度的关注，而减少了对大象传统栖息地中的草和灌木的这个关注。另外呢，栖息地内呢还有一些建设，比如说水库，这些呢都使得大象的栖息地发生了变化。保育人员讲，当地居民为了经济效益，伫咧保护区内面种树林树，不过这种树花吸水量真大，互其他的食物较袂生，象就较找袂到食的物件。再加上水库加大型的交通建设的开发，扰乱象找食甲活动的路线。顶礼拜新华社报道，当局已经筹备要伫咧云南设一个保护象的国家公园，专家是正期待。希望新的国家公园会让自象的角度来设想，将生态浓度加潜水的空间做较好的规划，互象带了较舒适，也互人甲象会当和平共存。公司新闻陈惠敏编辑。南非有一台医疗服务列车，这台火车袂输是一间会锁定当的病院。19节车厢内底有眼科、有齿科、有身心科，嘛有药局。伫
伫列车内面，气候医生为病人处理喙齿的问题，边仔架内顶坐真侪挂嘴烟，等下要看病的病人。南非各地的希望医疗列车即天来到偏远的山城地区所委托，互真侪较山城的居民会当免费或者是较俗的费用看病。 Glasses are really expensive. Eye tests are expensive, and the glasses are even more expensive. So I couldn't really afford them at the time. Yeah. So I was kind of saving up to buy glasses for myself. But this opportunity came up, and I took it. 这个有19节车厢的希望医疗列车，是南非各地专门为山城的民众所设计移动式病院。 列车顶有验光、气候、一般医疗甲心理学、药房等仪器设备，军医部门甲大厦派实习生来支援。每年有9个月开到较偏远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務。And then here I just pay 10 rand for me to clean the teeth. And then when maybe I can go to the other place and I'm not working and then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m gonna pay more. So here it's much cheaper to everyone who don't have income. 发生者报道，虽然南非是非洲大陆经济上发达的地区，不过希望有散车加高失业率的问题。虽然有2列希望医疗列车，也是无法度服务到全国较散车的地区。Well, the 100% health coverage is still not about to be reached anytime soon. So the train still has a lot to do in that regard to bring the services to the rural areas where services are non-existent at some point or they are very rare. So that is the mandate. 这2列希望医疗列车自1994年开始，27年来已经服务超过2350万人，比台湾的总人口还佫较侪。虽然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缩减列车的服务范围甲功能，不过伫今年依然会有超过会当利用到这项医疗服务。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风台北内气象局已经针对烟花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伫下暗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北台湾的风台雨会愈来愈明显，气象局即马嘛针对新竹甲苗栗的山区发布大水雨特报，若苗栗以北甲东北部嘛发布大雨特报，提醒乡亲爱惜字。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至3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